为了尽快阻断疫情传播蔓延，自今天的8点起，乌鲁木齐天山区、沙依巴克区、水磨沟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米东区实行临时性的静态管理措施，时间暂定5天。沟区、高新区新市区、经开区、头腾河区、米东区等6个城区实行的临时性静态状况措施予以延长，时间暂定为5天。与群众的期望和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，因为我们工作的事务给广大市民工作和生活带来较大的影响，对此我们深表歉意。我想强调的是，不管你们报还是没有报，不管你们想报还是不想报，关于新疆的事实和真相都在那里，铁证如山。谎言终究遮盖不了真相，就像乌云遮挡不了太阳。凭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，你们符不符合那个连说连用的修办？符不符合？怎么不符合？符个球符合！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！你要不好好说，真的把你强制传唤。我没有接到推送名单，为什么要接收啊？我做的有问题吗？这个海盗不识抬举，知不知道？无理取闹，知不知道？告诉你了，同色商人很密集。近期居民还关注宠物用品的购买，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新疆小祖宗宠物用品店，可以进行购买，并全程配送。我们今天有任务了，我们要往方舱送30个人了。您说法制，我都觉得有些好笑。那以后你陪我试试行吗？